當家中一老喺抖音上面見到啲舊歌想下載嚟聽嘅時候，第一步可以先撳分享嘅箭嘴，揾到保存本地就可以儲存影片。但如果有啲影片唔可以下載嘅話，就需要進行螢幕錄影。可以先推下一條片，再拉返上一條片，以確保歌曲可以完整咁錄影。仲有將音量要校到最大。當歌曲完結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停止錄影。喺相簿中查看啱啱錄嘅影片，進行編輯，以刪除多餘嘅頭同埋尾，拖動黃色嘅邊框就可以進行微調。咁完成之後就可以匯出。咁影片準備好啦，就可以進行第二步。我哋將影片轉換成音頻嘅檔案，今次就用到呢個 MP3 嘅轉檔 Apps。撳中間紫色嗰粒掣，再揀影片，撳最左嘅 Copy 轉為 MP3，之後撳右二嘅 Test。喺第一行就改歌曲名，中意嘅呢就可以喺第二行改埋個歌手名，跟住就撳確認，最後撳右邊下邊個 Change， 改翻個檔案名稱，即係歌曲名，再撳確定，跟住撳下邊紫色嗰個掣就轉換音頻。成功轉換音頻檔案之後呢，你見到下邊有3個掣，你撳最右邊嗰個掣就係下載歌曲。完成之後可以去翻檔案入邊揾翻音頻嘅檔案。睇下首歌係咪下載成功，唔知仲有冇更加簡單方便嘅方法，歡迎留言同我講啊！